好了，现在大家听听啊，神父已经来了。好，我叫神父开始。好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下午呢举行法蒂玛圣母的游行。现在呢，请大家把自己的身心以口保持安静。我们要以一颗敬拜天主的心、朝圣的心，在圣母的带领的之下我们要做这个朝圣之旅。本次朝圣呢，我们是回应圣母的邀请在圣母月里，我们特别祈祷玫瑰经，为罪人的悔改也为世界的和平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感恩于天主，祝福我们的堂区今年是80周年。现在让我们收敛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心交在天主圣神的手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朝聖行動。咁亦都好開心，大家可以就一齊與聖母一齊無基督。因為我哋相信天主邀請到我哋來臨呢個世上，都選擇我哋為佢做佢子女，亦都想希望帶領我哋繼續行走人嘅道路。但係最重要嘅係目標上一個同主一齊，與主同行。今日嘅祈禱，我哋燭光提醒我哋，令我哋係呢個世之後變成光明之子，帶領呢個世界從黑暗中進入真正嘅光明，就唔找到真天主。所以天主亦都耶穌喺天父喺耶穌，耶穌亦都留俾佢嘅母親。每一次人犯罪過重的後之後，天主時時都派聖母來提醒我哋歸依做補贖，念多啲玫瑰經，反正天主對我哋嘅愛，以愛真係還愛。為此我哋聚集一齊，求主賜恩俾我哋嘅家庭、我哋異鄉、我哋所有嘅帶嚟嘅對希望。求主俯聽藉聖母嘅轉求，相信佢會同我哋走呢個人生嘅道路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續可敬可愛的母親，至聖玫瑰經之後，聖母瑪利亞，我們謹遵您在花地瑪的訓示，痛悔所犯的罪過。經把思言行為、身心困苦，以及我們的祈禱、刻苦、補贖，全奉獻於您的無疊聖心。續至潔童真瑪利亞，求您引導罪人改過自新，更求您潔淨我們的心靈，聖化我們的家庭，在我們這裡的修會以及所有的善會團體，必能彼此擔待，相親相愛。續仁慈的天主，懇求你因聖母瑪利亞的轉求，恩賜聖教廣揚，國家安寧，世界和平。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。阿們。花地瑪聖母，為我登基。玫瑰經之後，為我登基。聖母瑪利亞，現在我們投入到您的帶領下，如同當初嬰孩耶穌緊緊地靠着您的心，用您慈母的眼神帶領我們去走向耶穌基督。現在我們開始我們的玫瑰經遊行。我們先給聖母上香。稍等一下。
阿們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萬物的創造者。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他因聖神降孕，又童貞瑪利亞誕生。他在比拉多執政時蒙難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。他下降陰府，第3日自死者中復活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。他要從天降來，審判生者死者。我信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中死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門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榮福1端，耶穌復活。1週的第1天，天還很早，婦女們便陳帶預備好香料，來到墳墓那裏。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Yeah, me too. I ran out of flowers, so my mom. I don't have any flowers, so that's why my mom gave me. Yeah. 我做少少。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救我们免地狱火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耶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您充满圣宠，主与您同在，您在妇女中受赞颂，您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耶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您充满圣宠，主与您同在，您在妇女中受赞颂，您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耶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您充满圣宠，主与您同在，
您在妇女中受赞颂，您的亲子耶稣同受。灵魂特别是那些希望我们以幾少啊？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於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在我們的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